大家好，我哋係香港眼科醫院青光眼科。今日同大家講解下少量切除術。青光眼係一系列令視神經受到永久性破壞嘅眼疾統稱，情況嚴重嘅時候，視神經線逐漸壞死，最終會導致視力模糊、視野收窄，甚至失明。現時治療青光眼嘅方法主要透過降低眼壓去減慢視神經壞死嘅速度。當藥物唔能夠有效降低眼壓嘅時候，就可能要進行青光眼手術。眼壓嘅穩定性主要依賴於眼睛內房水嘅生成量同排出量嘅平衡，而青光眼正係因為呢個循環失衡而引致。房水由名叫睫狀體嘅組織產生，進入後房，越過瞳孔到達前房，然後流出眼球，再回流到血循環入面。當房水嘅生成增加或者排出受阻嘅時候，房水就會喺眼內蓄積，導致眼壓升高，加速視神經嘅損害。青光眼手術嘅目的係透過減低房水嘅分泌或者增加佢嘅排出，達到減壓嘅目的。喺大多數嘅情況下，手術都可以將眼壓降低，減慢病情進一步惡化，傷及視神經。但係，即使眼壓成功受控，由於部分視神經已經永久受損，病人嘅視力或者已經損失嘅視野將唔可能完全恢復。少量切除術係一種傳統同埋常見嘅青光眼手術。手術期間，醫生會喺眼白鞏膜組織開一個小切口，作為可調節房水流出速度嘅活瓣。活瓣上面以結膜組織覆蓋，造成一個細小通道。當房水從眼睛前房經由活瓣流出嘅時候，就會積存喺結膜下，形成一個鼓起嘅小水泡。之後，房水會返回血液循環系統，從而降低眼壓，以減緩視神經嘅損傷。醫生可能會同時使用抑制傷口愈合嘅抗纖維藥物，減少疤痕形成，增加手術嘅成功機會。少量切除術嘅好處包括佢係一種歷史悠久嘅手術方法，一般情況下降眼壓嘅成效顯著。少量切除術嘅應用亦係十分廣泛嘅，適用於大部分需要做引流手術嘅青光眼患者。而家我哋會講下手術風險。呢個手術通常喺局部麻醉下進行，意思係醫生會喺眼球周邊注射局部麻醉藥物。眼球周邊注射麻醉藥物一般都係安全及有效嘅。可能出現嘅併發症包括眼周邊同眼結膜浮腫、眼球後方或者眼周邊出血同淤青、眼球破裂、洞穿、視神經受損、眼球發炎，例如眼內炎同眼眶蜂窩組織發炎。如果麻醉藥進入體內血液循環系統，可以直接影響心臟同神經系統，病人可能會感到頭暈、神志不清、腦神經麻痹，嚴重可引致痙攣、呼吸困難，甚至呼吸同埋心臟停頓，但呢啲情況係屬於十分罕見嘅。而家我哋會講解一下手術風險。一般嚟講，青光眼手術係安全㗎，而手術後發生嚴重併發症嘅機會並唔大。除咗麻醉相關嘅併發症，青光眼手術嘅併發症有可能喺手術後一段時間，例如幾日、幾個禮拜、幾個月，甚至係多年後先出現，包括傷口並裂或者係滲漏。手術之後初期眼壓可能過低，引致視力模糊。持續低眼壓同埋相關嘅併發症，例如低眼壓性黃斑病變同脈絡膜脫離，而需要再做手術調整。眼壓上升要以藥物或者手術去控制。催化白內障或以往植入嘅人工晶體移位，角膜內皮損傷或者係角膜水腫，長期慢性發炎，眼睛受感染、發炎或者化膿，
眼內出血包括前房積血同脈絡膜上腔出血，後者可嚴重影響視力。視網膜脫落，因為眼球裏面嘅各種衰退，手術之後視力惡化，嚴重可完全喪失視力。另外，使用抗纖維藥物可能引致以下嘅併發症：角膜外皮細胞受損或者幹細胞壞死，角膜發炎或者變薄，白內障，薄壁濾過泡或者濾過泡感染，傷口持續滲漏，持續低眼壓，低眼壓性黃斑病變，視力下降甚至失明。而家講下術後護理同注意事項。手術之後，請按照醫生處方，按時使用眼藥水同埋眼藥膏，以減少傷口感染同埋發炎嘅機會。時刻保持傷口清潔，並避免捽眼，避免游水。建議選擇扣鈕嘅衫，避免着過頭笠嘅衫，以免因為衣服觸及眼睛而引致發炎。情況許可嘅話，多飲水同埋多食蔬果，以免便秘。如廁嘅時候，唔好過度用力，引致傷口並裂。避免咳嗽、搬寵物或者彎腰，令頭部低於腰部。而家嚟到術後嘅跟進。手術之後初期，患者一般需要比較頻繁複診，直至眼睛情況穩定。醫生可能會喺手術之後幫病人進行眼球按摩、局部激光或者拆線，協助引流通道保持暢通，促進房水嘅排走。個別情況下，病人可能需要再入手術室進行跟進程序或者係手術。長遠嚟講，病人可能仍然需要長期使用眼藥水或者口服藥物。而眼內房水排出不平衡嘅情況喺手術之後，亦都有機會再次出現。如果情況未能夠受控，可能需要接受另一次手術，以防止病情惡化。如果出現嚴重病徵，例如做手術嘅眼睛大量出血、劇烈痛楚、發燒、傷口紅腫發炎或者傷口有大量嘅分泌物等等，就要盡快求診或者到就近嘅急症室診治。最後可能發生嘅風險或者併發症不能盡錄，難以預計嘅併發症亦偶有發生。個別病人嘅風險程度亦各有不同。如果你對短片嘅內容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向你嘅眼科醫生查詢。